凌晨3點幾，當成個香港仲喺深宵嘅寂靜入面，黃大仙嗰條街嘅轉角已經排咗一條長到睇唔到尾嘅龍。呢啲人唔係排隊買最新款嘅電話，亦都唔係等緊乜嘢限量版波鞋，佢哋排嘅係一份就快消逝嘅味道。你可能會問，既然生意好到咁，凌晨排隊都未必食到，點解呢間開咗67年嘅鐵皮茶樓竟然要宣布執笠？係租金貴？定係後繼無人？定係背後隱藏住一啲我哋普通人根本唔知嘅內幕？今日我就帶大家行入呢間充滿鏽跡但又香氣四溢嘅鐵皮茶樓，拆解呢場生意爆棚都要執笠嘅離奇真相。講到黃大仙，大家第一時間可能係諗起黃大仙廟嘅香火，但對於住喺呢區幾十年嘅老街坊嚟講，真正嘅靈魂係喺嗰幾塊鏽跡斑斑嘅鐵皮下面。呢間茶樓由1959年開始紮根，到今日已經足足行過咗67個年頭。67年係乜嘢概念？係一個後生仔由出世到變做阿伯嘅時間，係香港由一個小漁村變成國際金融中心嘅縮影。喺呢度，你見唔到連鎖茶樓嗰種金碧輝煌嘅裝修，亦都冇冷氣，夏天熱到大汗搭小汗，冬天就寒風刺骨。但就係呢種簡陋，反而留住咗最正宗嘅老香港味。你入到去，首先聞到嘅唔係名貴茶葉嘅味，而係嗰陣濃烈嘅炭火香同埋點心蒸氣。67年嚟，佢哋堅持每日凌晨2點就返嚟開工。老細而家已經70幾歲，佢每日都係親手揉麵團、整燒賣。你睇佢對手，因為長期接觸熱氣同麵粉，指甲縫入面都滲透住一種歲月嘅深褐色。佢話俾我聽，呢間鐵皮屋係佢老豆傳落嚟嘅，當年用幾塊鐵皮搭埋就開張。嗰陣時嘅香港，周圍都係咁樣嘅大排檔，係基層市民最溫暖嘅食堂。但隨住時代變遷，周圍嘅樓越起越高，呢間鐵皮茶樓就好似一個被時光遺忘嘅孤島，倔強咁企喺度。最近呢幾個月，自從結業嘅消息傳出之後，呢度嘅生意簡直好到令人難以置信。以前係老街坊嚟坐下吹水，而家係全香港各區嘅人專程揸車過嚟，甚至有遊客攞住地圖揾到呢度。凌晨4點，第一籠蝦餃出爐嘅時候，門口已經企咗成百幾人。咁樣嘅生意額，如果係連鎖店，肯定諗緊開分店啦，對唔對？但偏偏呢間茶樓嘅老細揀咗喺生意巔峰嘅時候畫上句號。大家最直觀嘅諗法，可能係覺得一定係地產商收地啦。確實，黃大仙呢區近年大興土木，舊區重建係避唔開嘅命運。但呢個只係冰山一角。我深入打聽過，其實背後嘅原因複雜得多。首先，我哋要講下呢間鐵皮屋嘅身份。喺法律意義上，佢其實係攞住一張歷史悠久嘅大牌。呢種牌照喺香港已經係碩果僅存，政府好多年都冇再發過。牌照規定，呢間茶樓必須喺特定嘅位置，以特定嘅模式經營。隨住城市規劃嘅改變，呢個位置其實已經變成咗公眾用地或者係綠化帶。67年嚟，政府其實係一直用一種默許嘅方式俾佢經營，但隨住2026呢個年份嘅到嚟，相關嘅土地政策出現咗硬性嘅調整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個牌照到咗一個無法再續嘅死線。老細曾經試過同政府部門傾，睇下可唔可以搬去附近嘅地鋪，但問題嚟啦，搬鋪唔係搬家咁簡單。呢間茶樓之所以平、靚、正，係因為鐵皮屋嘅租金成本極低。如果搬去地鋪，租金起碼升10倍。到時一籠燒賣如果賣到50幾蚊，仲有冇街坊幫襯？如果仲係賣緊10幾20蚊，老細連交租都唔夠。呢種租金結構性矛盾，係好多老字號執笠嘅真正元兇。佢哋唔係冇生意，而係賺到嘅錢根本追唔上嗰張昂貴嘅租約。除咗牌照同租金，仲有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就係鐵皮屋嘅建築結構。67年嘅老舊鐵皮入面嘅電線、排水系統其實已經老化到一個非常危險嘅程度。如果你去過現場，
你會見到啲電線好似蜘蛛網咁交織埋一齊。老細講過，幾年前有次打大風，成個屋頂差啲俾風吹走，佢同幾個老員工成晚都唔敢瞓，用麻繩死命拉住。而家嘅消防條例越嚟越嚴，咁樣嘅建築物根本冇可能攞到現代嘅消防合格證。要裝修？對唔住，政府唔准你改動鐵皮屋嘅結構。所以呢間茶樓其實係陷入咗一個死循環，唔裝修就違法，想裝修又唔俾，最後只能夠喺安全同法律嘅夾縫入面生存。再嚟，我哋要講下人嘅問題。呢間茶樓嘅大師傅今年已經60幾歲，佢由10幾歲開始就喺度做學徒，一做就做咗50年。佢每日重複住同樣嘅動作，剁肉、包皮、控制火候。佢呢一代人有一種牛一樣嘅韌力，但問題係邊個接班？老細嘅仔女全部都係專業人士，有嘅係律師，有嘅係會計師。佢哋由細到大睇住阿爸喺呢間鐵皮屋入面受苦，夏天汗流浹背，對手生晒繭，佢哋點會肯返嚟接手呢間夕陽工業？我記得訪問老細嘅時候，佢眼角帶住少少淚光。佢話：仔啊，我唔係唔想做，係我對手真係唔聽使啦。70幾歲嘅老人家，關節炎已經好嚴重，而家每日生意咁好，其實對佢嚟講係一種甜蜜嘅負擔。每整一籠點心，佢嘅腰就要痛一次。凌晨2點起身，對一個70幾歲嘅人嚟講，簡直係攞命。雖然排隊嘅人好多，雖然每日嘅營業額好似好靚，但呢啲都係用老人家嘅健康同埋老員工嘅體力換返嚟嘅。佢哋呢代人有種執着，覺得如果唔可以親手整，而係揾工廠代工，咁就唔再係呢間茶樓嘅味道，寧願執咗佢，都唔想壞咗個名聲。內幕入面仲有一個好少人知嘅細節，就係關於人情債。67年嚟，呢間茶樓嘅價錢一直都係全區最平。老細話，好多老人家每日過嚟食1盅2件，其實係為咗揾人傾偈。如果加價，佢哋可能就唔捨得嚟。所以雖然生意爆棚，但其實利潤微薄到你唔信。每一粒燒賣賺得嗰幾毫子，扣除材料費同人工，剩低嘅錢其實只係夠維持運作。呢種佛系經營喺呢個唯利是圖嘅商業社會入面，根本係一個奇蹟。但奇蹟總有好盡嘅一日。當材料價格不斷升，當老員工因為體力不支要退休，呢份人情味就變成咗一種無形嘅壓力。喺結業前嘅最後1個禮拜，我有幸再入去食咗一次。排隊嘅時候，我聽到前面個師奶話，佢由細個跟阿爺嚟食，食到而家佢個孫都5歲啦。呢種跨越3代人嘅情感連結，係連鎖店永遠俾唔到你嘅嘢。當我坐喺嗰張搖搖欲墜嘅圓凳上面，望住天花板上面轉緊嗰把舊風扇，聽住老細同熟客之間唔使開口就知對方要飲乜茶嘅默契，我突然明白咗點解凌晨3點都有人肯嚟排隊。大家排嘅唔單止係點心，而係一種即將消逝嘅生活方式。呢間鐵皮茶樓嘅結業，其實係反映咗香港呢個城市喺發展過程入面嘅一種無奈。我哋追求現代化，追求整潔、安全、高效率，但喺呢個過程入面，我哋不得不捨棄呢啲帶住泥土氣同人情味嘅舊事物。67年嘅歷史，最後變成咗政府公文上面嘅一組數字，變成咗地產商藍圖上面嘅一塊空地。好多網民喺網上留言話，點解政府唔可以保育下呢啲大牌檔？講真，保育係要錢嘅，亦都要配套。如果保留咗呢間鐵皮屋，周邊嘅消防安全點解決？如果搬入商場，嗰份味道係咪仲會喺度？呢個係一個無解嘅題。老細自己都睇得好開，佢話凡事都有個時限，67年對得住天，對得住地，對得住班街坊啦。呢份豁達其實係一種大智慧。佢知道，與其等到有一日因為意外或者係因為殘破到難以維持而狼狽收場，不如喺自己最光輝、生意最好嘅時候，體面咁同大家講聲再見。嗰晚凌晨，
我見到老細最後一次熄咗嗰盞掛喺門口67年嘅大燈。佢行出門口，摸咗摸嗰塊已經生鏽嘅鐵皮，眼神入面有不捨，但更多嘅係釋懷。佢終於唔使再喺凌晨2點起身，終於可以好好休息下。雖然黃大仙少咗一間可以凌晨排隊嘅茶樓，但呢份記憶會一直留喺嗰啲曾經喺度飲過茶、吹過水、感受過人情溫暖嘅人心入面。生意爆棚都要執笠，呢個看似矛盾嘅現象，其實係時代俾我哋嘅一個信號。佢話俾我哋知，有啲嘢係錢買唔返嘅，有啲味道一旦失去咗，就真係再無回頭。67年嘅歲月，隨住呢間鐵皮屋嘅拆卸，將會化作塵埃。但當你下次經過黃大仙，如果聞到空氣入面好似仲有一陣淡淡嘅炭火香，請記得呢度曾經有一間茶樓，佢見證過香港最艱苦亦都最輝煌嘅年代，佢用佢最後嘅餘暉，溫暖咗無數個香港人嘅凌晨。大家以後如果見到呢類老字號，唔好等佢話要執笠先去排隊，趁佢仲喺度嘅時候，去坐下，去同老細傾兩句，去感受嗰份即將斷層嘅工藝。因為喺呢個轉變極快嘅時代，你永遠唔知邊一次嘅一盅兩件會係最後嘅晚餐。呢間67年鐵皮茶樓嘅故事就此告一段落，但佢留低嘅思考，關於發展與保育，關於金錢與人情，值得我哋每一個人去慢慢細味。其實諗深一層，呢間茶樓嘅內幕唔係咩驚天大陰謀，而係一個最平凡、最真實嘅香港故事，一個關於老去、關於變遷、關於捨得嘅故事。67歲嘅茶樓就好似一位老人家，佢完成咗佢嘅歷史使命，選擇咗安靜咁退場。我哋排隊係為咗送佢最後一程，亦都係為咗留住自己心入面嗰份對舊時時光嘅眷戀。當最後一塊鐵皮被拆低，當嗰陣蒸汽徹底散去，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喺文字入面，喺回憶入面，記住呢份屬於黃大仙、屬於香港嘅獨特味道。其實喺香港仲有好多好似呢間茶樓咁樣喺夾縫入面生存嘅老店，佢哋可能係一間開咗50幾年嘅補鞋鋪，可能係一間傳咗3代嘅雜貨店，佢哋每一間都係一部活生生嘅香港史。呢間67年茶樓嘅執笠係一個警示，佢提醒我哋城市嘅進步唔應該以抹殺記憶為代價。如果我哋嘅城市只剩下鋼筋水泥，只剩下倒模一樣嘅連鎖商場，咁呢個城市仲有冇靈魂？老細喺最後一日營業結束後，請咗所有老員工食咗餐飯，席間冇人喊，大家反而係喺度笑，笑當年邊個客最難湊，笑邊次打風嗰陣大家點樣狼狽。呢種情誼係呢間鐵皮茶樓67年嚟最珍貴嘅資產。雖然生意爆棚都要執笠，聽落好無奈，但對老細同員工嚟講，能夠喺大家嘅掌聲同埋懷念入面落幕，或者已經係最圓滿嘅結局。呢個世界冇嘢係永恆嘅。67年對於浩瀚嘅歷史嚟講，可能只係一瞬間，但對於喺黃大仙長大嘅人嚟講，呢度就係佢哋嘅童年，佢哋嘅青春。凌晨排隊嘅人龍唔係生意，而係一種集體回憶嘅祭奠。內幕唔再重要，真相亦都已經隨風而去。最重要嘅係嗰份味道，曾經真真實實咁存在過。我諗，當老細聽朝唔使在凌晨2點起身，當佢可以喺屋企安安靜靜咁飲返杯茶嘅時候，佢心入面一定係平靜嘅，因為佢知道佢已經完成咗佢嘅承諾，守住咗嗰幾塊鐵皮67年。呢份執着，呢份香港人嘅拼搏精神，先係呢間茶樓留俾我哋最寶貴嘅遺產。下次你經過黃大仙，就算見唔到嗰間鐵皮屋，都要記得喺呢個位置，曾經有一個人用咗佢大半生嘅時間，為咗街坊嘅嗰一籠燒賣，默默咁守候過每一個深宵。最後，我喺度想講，雖然舊嘅嘢會走，但精神會傳落去。呢間茶樓雖然執咗，但佢教識咗我哋乜嘢叫堅持，乜嘢叫人情。生意爆棚都要執笠，係一種遺憾，更係一種時代嘅必然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好好生活，
好好記住呢啲曾經溫暖過我地位同埋心嘅味道。67年嘅鐵皮茶樓，再見。黃大仙嘅凌晨，從此少咗一份燈火，但多咗一份刻骨銘心嘅傳奇。